公信力低到痹，警隊攞獎咁神奇。跟住落嚟要頒嘅係最佳公眾形象獎銀獎，警務處。大名不分先後，一齊睇下佢哋嘅得獎作品啦。我唔當場打邊啊！老母個差人唔好打佢。我手上嘅資料係暫時講唔到俾你聽。個別案件嘅內容我唔可以有評論情況咧，我要了解咗先可以再答你。你唔係了解咗先落嚟？代表作啊，梗係唔少得呢個啦。我就係辦案嘅同時咧，決定一個低調做法。今年仲冧莊攬埋部門精進服務獎金獎添。查實呢個公務員事務局搞嘅自己有獎勵計劃，警隊攞過幾次噶啦。今年拎嘅公眾形象獎銀獎呢，11年同07年都拎過噶啦，返回09年就三甲不入喎。呢個獎係由公眾調查、立法會議員同埋區議員投票選出噶。但民陣就話警隊嘅公信力備受批評，唔少市民都擔心佢哋已經淪為政治工具，唔知點解都仲有獎嘅呢？唔通阿爺有份俾分？連 CY 琴日支持都要多謝區嘅鼓勵啊，知咩料啦？